相思落叶曲一片，情难断，断袂离，一寸相分泪泪，我用痴情绑自己。 在雨中出发家己，我会用时间将你放袂记，才知家己毋捌绝情两字。不应该爱你，不应该爱你，怎会偏偏离袂开？秀秀无伫。 你讲啥？我找阮大姐，也毋是歹代志，你连话拢无讲清楚，就挂电话。至少你会当甲我讲，我大姐去啥物所在，啥物时阵转来？你袂当安尼对待我。我是秀秀的大家，也毋是丝毫伊的使用人啊。伊去啥物所在？无我会地带。伊啥物时阵转来，我嘛无需要甲你报告啊。你真无讲道理。你才无礼貌。 老怪婆，婉婉，你是咧骂谁老怪婆啊？阮大姐的大家啦。你哪会骂伊？唔管安怎讲，伊总是长辈啊。长辈是人，我嘛是人啊。伊遐尔无讲道理，无怪大姐嫁去因兜嘛变歹啊。你讲啥？本来就是啊。 我叫大姐，甲我去德山看佩佩妈妈的病。不管我安怎讲，大姐就是无爱去。啊，搁有大兄嘛是同款。因较无用啊！你做小妹，应该爱体谅哥哥甲姐姐啊。哼，因讲无用，迄拢是借口。因的心肝内根本都无愿意去德山。婉婉，我咧叫你，你是无听哦。紧过来，婉婉。 婉婉啊，紧过来啦！婉婉，大箍阿姊在叫你，大箍阿姊在叫你，紧去啊！大箍阿姐，我走。你哦，就是性地伤歹。 我讲过偌多摆啊，你就是唔改。我又搁安怎啦？婉婉，以后你对秀秀因大家哦，都爱较客气的啦。我真客气啊，是伊无讲道理。大看姐，就算是插头翁啊，嘛有3分的脾气，我无骂伊，已经真客气啊。乱来，生活体统。 婉婉，倒来。婉婉啊，你袂当伤过人生啊！就算是秀秀因大家对你无客气，你嘛都爱较吞忍呢，都爱替恁大姐设想啊。 万一
秀秀因大家心内无爽快，安尼秀秀毋是歹做人。我才唔管遐多咧。你是咧讲啥？我对大兄大姐无满意，因敢若关心家己，无讲小弟小妹。秀秀甲东东袂当去德山，你都遐生气哦？因用无用做借口，我当然生气啊！无你拍算安怎？我要找大姐甲大兄好好讲一下，问因心肝内是毋是阁有弟弟妹妹，通互因以后无任何的借口，无关心弟弟妹妹。哦，你要找东东甲秀秀冤家哦？卡算因若唔听我的，我就甲因冤家。婉婉，自细汉我就介意你，也毋过我绝对毋是咧生你啊！你若做对，我会学落你；你若做唔对，我一定会骂你。你对我讲的是啥物话嘛？我不准你去找东东甲秀秀冤家。是因唔对啊！哎呀，你是凭啥物认定讲因是用无用来做借口咧？因有影真无用啊！东东的法院遐吼，有足多代志爱做的啊。秀秀拄结婚，伊当然爱用真多时间去适应新的家庭生活。欢喜的代志比弟弟妹妹重要，翁婿嘛比弟弟妹妹重要。婉婉啊，你已经毋是囡仔，嘛袂当讲一寡囡仔话啊。在某一种情形之下，我相信你的哥哥也阁有姐姐是无办法来照顾你的。我嘛相信东东甲秀秀因有因的苦衷啊。我唔相信。你唔相信嘛，都爱信啊。婉婉，兄弟姊妹爱好好啊相处啊。你若是去找冤家吼，我一定袂原谅你的。大哥阿姐，你偏心，我讨厌大哥阿姐。婉婉，回来，婉婉。甲你吵真成啊！我无可能起来啊！昨暗你是几点才困的？又搁是天光才困的，是毋是？你安尼逐工伫咧碰椅顶头困2、3点钟，安尼会甲你的身体不歹的。妈，你放心，我的身体足好的。顶一批的工程毋是做了啊？你为虾米搁遮尔无闲？我又搁接新的生意。我总爱准备一个啊！另外，公司的人事，我嘛想要整顿一下啊。整顿人事？妈，爸当初用一批食英饭无要做代志的人，这个人吼拢是公司的毒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准备这2天啊发互因遣散费，请因离开。安尼刚好。要经营一间公司，一定要裁掉这无路用的人。妈，你敢知影？公司即马愈来愈趁钱呢？过一站啊，就会当达到我有定的目标啊。到迄个时阵，你去找婉婉，甲伊接转来。我会啦，我会甲婉婉接转来。来，坐啊！阿妈，你来阮兜我真欢迎，
也毋过你再破手来，我会生气哦。这是人一点仔心意嘛。唉，心意用讲的就会用的啊。后摆吼，不准讲破坏啊！好啦，阿嬷，拄则我入门的时阵，阿公看到我都无骂我，这届阿嬷你就帮我刷好无？阿嬷，你今日心情袂歹哦。婉婉啊，你先过来伫咧想啥？阿嬷，我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讲，毋过我惊阿嬷听了会生气。哦，你要甲我讲什么代志？阿嬷，你爱先答应我，听了后袂当生气哦。这好，我答应你。阿嬷，江一平妈妈考到阮大姐。考到？阿嬷，无定着我用考到这两个字是有较超过，毋过大姐的大家真是对大姐真歹。你哪会知影？是秀秀甲你讲的是？阿嬷，阮大姐的脾气，你也毋是毋知影。就算讲真正是安尼，阮大姐嘛袂讲半句。毋过这是我亲目睭看到的，大姐的大家对伊无好。哦，真是嘞。我甲冰冰要去第三进前，阮招大姐斗阵去。毋过大姐的大家记一个靠过面，不准伊甲阮去。伊哪会当安尼嘞？秀秀带恁去看佩佩的妈妈，嘛毋是歹代志啊。就是讲啊，大姐因大家一开嘴就拒绝阮，而且哦，佮讲一大堆的理由，无爱互伊甲阮去。迄当阵，我就偷偷看大姐的面色，我发现大姐真想要甲阮去，毋过伊真惊，佮毋敢开嘴，就亲像小说故事内底受尽这无爱心妇啊。真无讲道理啊！就是讲啊，伊一定是当作无人会替大姐找伊理论。哼，笑话！我是秀秀的阿嬷，论辈分，我阁是伊的长辈，我不准别人欺负咱秀秀。阿嬷，你答应我无要生气哦。阿嬷，你袂当去找大姐的大家玩哦。我加减还阁有修养啦，我袂去找伊冤家，我干那会去找伊理论。阿嬷，袂用的啦，娘阿公若知影，伊会无欢喜。我去讲价的时阵，莫互伊知影就会用的啊。阿嬷，那你什么时阵去？当然，我会赶紧去。请坐。亲妈，我今仔日来是想要甲你讲秀秀的代志。秀秀伫阮兜真好，依萍吼疼伊疼命命。我知影，若是依萍疼伊，就连你呢，嘛真照顾伊，所以我专工来甲你说多谢。袂啦袂啦，这是应该的。有你遮尔好的大家，我就放心嘛。若是当初我伫咧台湾，就袂互这桩婚事一直拖延落去。也若无，阮亲因吼早就抱孙啦。就是讲，我真是毋知影因遮的少年人到底是咧想啥物，连决定的婚期拢会用咧临时取消。这点是秀秀唔好。我一转来看到秀秀就甲骂啊，哪会当甲婚姻大事当作在佚佗咧？迄个时阵吼，我气甲差一点仔昏去哦。亲妈，你着原谅秀秀唔捌代志。代志过去，互着煞煞去啊。若是讲你真正要怪哦，就爱怪我甲伊阿公啦。自细汉吼，伤过生意啊，尤其是因阿公，甲伊当作是宝，是掌上明珠，一点仔可好拢唔甘互伊食呢。我感觉安尼是无应该的。是，希望请以后吼，就要加加啦。我会，
阮讲家的规矩本来就真济。安尼我就放心嘛。前几工啊，我听讲秀秀伊伫差要去度蜜馆，讲伊要去第三看因小妹，我感觉这就无应该啊。即摆上重要的是爱欠钱，趁也阁少年吼，毋加趁寡钱，将来若是囡仔啥物拢需要钱，总是袂当伸手去甲别人讨啊。钱嘛，即款小代志吼。以后就爱请你加教一寡哦，互伊会当成为你心目中是全是美的好媳妇。只有听到，哎，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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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7749标啊，标咧，将这个新郎啊，甲伊顶伫咧壁咧。啊，新娘咧，这个时阵哦，目睭内啊，拢是目屎啊。伊的表情是真复杂，伊的眼神是又搁欢喜，又搁唔相信。伊才甲伊讲，你敢讲你真正？你手机啊？你是不是无介意我练武功啊？那安尼，你要我做啥物啊？要无我写苹果你食，安尼好无？那安尼我来泡牛奶好无？秀琪，你到底是爱我做啥物啊？你讲啊！秀琪，那安尼我唱山歌，互你听。一摇东海龙宫，二摇英俊又潇洒，三摇爬出桃香江，四摇冷气一点冰箱，当当当当哩当当哩。秀琪，你嘛想要唱对无？好，我替你唱。不要问明金瓶水，又要钻石珠宝一大堆。七要千年花相送，八要起初大洋风。好我唱。就要搬到旧一个。是要环游世界，当若有了这世样，陪马上做新娘。秀琪，你会讲话安尼？谢天谢地。爸，你安怎？爸，是安怎？佩佩，你妈妈会讲话啦？妈，你真正会讲话啊？佩佩啊，妈妈害你甲爸爸几落工都无困啊哦。妈妈，
只要你会当好起来，我就算几年无困拢不要紧。佩佩伊乖哦。老太太、老先生，恭喜你哦！马医生，多谢你啊！多谢你救阮手机一条命。多谢，多谢。大看姐，奇怪，大看姐会去倒位？敢会互我去一个去自杀？大看姐，大看姐。大看姐，你是去倒位啦？大看姐，你不用去自杀，你若死，我嘛要跟你斗阵死。大看姐。大看姐，我搁当作你去。婉婉，大看姐袂自杀啦，就算是大看姐死啊，嘛袂叫婉婉你陪我来死啦。大看姐，真的啦，我不应该拿你生气，是我唔对啊。婉婉，过去的全拄煞啦，你回来都来找大看姐，这都证明伫你的心内还有大看姐，大看姐真欢喜呀。大看姐，拄则我找无你的时阵，叫要去死。早起你受气，做你走以后，我真正就想要自杀嘞。也毋过，我阁唔甘愿，我唔相信，我这疼伊、这惜伊、爱这多年的婉婉，竟然会做伊走啊！大看姐，我袂离开你，一世人我拢袂离开你。
郭医生，你是伫什么款的情形之下，找到你失散的小弟小妹？我对家都出来了后，搁回去过去的旧厝找过，也毋过真侪年前一场无情的大火，将迄几大片的违章建筑拢烧了了啊！我搁去户政事务所去查当年郑王两家的户籍资料，也毋过想袂到户政事务所对着当年违章建筑的户籍资料根本都无齐全。迄个时阵，我足失望，足着急的，也毋过嘛无路用啊。后来，我就去做兵啊，做2年的兵。迄个时阵，我嘛一直伫走找，我嘛有试过牵报纸要来找人，也毋过一直拢无机密甲记用的消息。一直到旧年的热天，有一天，我下班等来到厝，又搁想到记密还搁记用，我嘛为着家己的无能，感觉心足痛。忽然间，我想到，记密即马应该是要考大学啊，所以我就去找旧报纸，找大专联考访问名单。我想要找看卖，敢会当找到郭记密的名。我就把报纸摕起来，详细注意每一个名。所以你就找到郭记密的名，是毋是？无，我连续找2天的报纸，拢无找到郭记密的名。迄是因为郑光辉领养你的小妹了后，就改姓郑啊。无对，尾仔我有想到，我就搁去看一遍报纸，果然，去互我找到2个郑记密，2个人分别考到2间无同款的大学，所以我就决定要去这2间大学查。真无简单，我等到9月，学生开学的第一天，我就先去第1间大学去找郑记密，我有找到。不过，伊毋是我的小妹，我真伤心，真失望。我强要无勇气，搁继续查落去。后来，你阁决定去第2间学校去找，是毋是？我提出我的勇气，找到第2间学校。我搁去问几个人，才找到记密伊所读迄个科系教室。我搁去问2个学生，最后。才伫教室内面看到记密，我本来唔相信，我所看到这查某囡仔，都是我当年的小妹。不过好佳在，7年的时间，并无互我改变伤多。记密伊有认出是我，伫迄个时阵，我就哭出来。记密伊嘛伫咧哭。那安尼，恁小弟纪莹是安怎找到的？记密甲纪莹一直拢有联络。伫我找到记密的迄天，记密就答应我，暗时要带小弟来厝内见我。迄天天气无啥好，8点外，我未食饭，我真欢喜踮厝咧等。不过我阁烦恼讲，今日我的小弟不爱认我这哥哥。后来，因总算到啊。纪莹伫读5专，已经成一个查甫人啊。伊本来阁对我淡薄气愤，不过阮见面了后，伊就哭出来。我甲揽调的，叫伊莫哭。不过我家己目屎嘛流出来。阮3个人伫咧分开7年以后，总算会当见面啦。阮3个人安尼揽调调做伙哭。一直到半暝，我才甲因送回去。爸，照你看，这记密甲纪莹到底应该对什么人呢？东东啊，你是法官，我虽然是法官的爸爸，不过阁无资格来判案啊。爸，我毋是叫你判案啦，我只是想要听一下你的意见。这哦。照我看，这2个囡仔应该算是
请用的迄两家的啦。7年的时间无算短啦。当初这两家人伫囡仔身躯顶所付出的心血是无法度算的啦。帝王两家当初行善做好事，即马应该都要好报才对啊。妈，啊，你的意见呢？我恁爸讲啥，就算是我讲的啦。爸，昨昏我问你的迄件代志，你也无回答我。什么代志啊？就是当初阿姊甲我对美容带转来台北的时阵，爸，你心内是安怎想的？我讲你莫生气哦。爸，免安尼咧。当时啊，我真正气甲用要指责袂掉啊！若毋是恁阿姊是一个查某囡仔吼，我是真正会甲饲伫涂骹，讲到会做到白啊！你是咧创啥？你也无啉烧酒啊？我当时真正足气的嘛。东东啊，你细汉虽然有较皮啦，也毋过吼生出真古水呢。自从吼你来阮兜了后，你就变做是我甲你妈妈未来的希望。阮定定伫想吼，你将来以后的代志啦。毋过谁知影，秀秀甲你带走啊！迄个时阵啊，若是带走你一个人尔呢，嘛带走我甲你妈妈的心嘛，也阁有阮规家伙的快乐甲希望。东东啊，你唔知影，当时啊，阮有我尔伤心哦。我敢若知影哭，一个狗啊一直哭，哭到要死要活。好佳在无过偌久，恁大姊阁甲你送转来。啊，若无，我真正唔知影敢会当活到即马。我即马听到大家的意见啦，无人愿意互囡仔转去食苦过日子，大家拢希望用爱心来栽培囡仔。我嘛真唔甘配配离开啊，谁会唔甘？阮甲心拢互动动啊！我无赞成。对，你哦是头一个罪人。我知影每一家人拢无愿意放囡仔转去。东东，休困啦！你伫时上班，转来厝里阁一直咧想即个案件，安尼袂用的啦。东东啊，你看下这消息啊，父母双亡，留下4个孤儿。你甲看卖，像这种父母双亡，留下无依无靠的囡仔，伫即马这社会哦，四界拢是啦。因真需要好心人的斗相共。假使啊，当初恁阿姊无甲你送转来，绝对无人敢管闲仔事啦。谁会愿意伸出爱心的手，去收养遐需要救助的孤儿啊？你啊，上好去问一下恁大姊，当初是啥物心理，坚持要甲你带转去。不应该爱你，怎会偏偏离袂开？
我对切好啊。你伤忝啊，也是我来啦。秀秀，你先去洗身躯啦。我入去内底换一桶清气水。一斌，这是查某人咧做的代志，你是甲伊抢啥？妈，秀秀伊做代志有够多呢。你是一个查甫囝，无应该做这个代志。也毋过秀秀伊伤忝啊。我以前做的比伊搁较济，搁较忝，我嘛无叫过苦啊。恁爸爸以前嘛无甲我斗相共过。回去你的房间休困。是，妈。秀秀，你希望你的翁婿像一个查某人哦？妈，我当然无这意思啊。伊平伊是好心，伊好心，那呢，我唔着歹心啊。我无这意思，妈，真是的。以后我绝对袂叫伊平甲我做代志啊。哦，对啦，你啥物时阵发薪水？妈，就这几天。好。戏这个字拢会用伊拆掉的啦。是，妈。喂，阿嬷，你今嘛敢有方便讲话？无啥物无方便啊。恁大家无伫你边啊？客厅敢若我一个人。好，我问你哦，你下班回来，恁大家敢有甲你讲啥？敢有对你真歹？无啊，阮大家一直对我足好诶。秀秀啊，恁大家敢真正对你真好？是啊，阿嬷，有啥物唔对心？我听讲，恁大家不准你去度蜜馆，是我家己无想要去的。阮大家希望较早抱孙，我是惊将来囡仔生落来，万事万行拢要钱，所以为着较欠呢，只好取消蜜月旅行啊。敢真正是安尼？阿嬷是真实的啦。安尼我讲问你，你原本要甲圆圆也阁有冰冰去第三看佩佩的妈妈，是安怎个取消啊？迄是，迄是校内课业找无老师会斗相共，所以临时取消啊。秀秀啊，你编的理由拢真充分。阿嬷，我讲的拢是真实的啦，本来是我编的。
好，安尼我搁问你，即马这个时阵，你应该伫房间内，你哪会踮客厅接电话咧？我伫客厅看电视啊。哦，安尼你看倒一台节目？看台视啊。甲节目的名甲我讲。阿嬷，你哪问遮多啦？好啦，秀秀啊，阿嬷当然希望你做一个有效的媳妇，也毋过，阿嬷，你放心啦，我知影我应该安怎做。秀秀啊，假使讲你受到什么委屈，你打电话转来甲我讲，阿嬷会替你做主。无啦，阿嬷，我免来去受到委屈。好啦，你去看电视啦。好，阿嬷，再见哦。再见。妈，我来啦。哎呦，你紧放手啦！哎，家勇啊，你哪会遐尔啊无注意？你无看到我伫咧路涂骹哦？妈，我就是看到你伫咧路涂骹，我才会走出来啊。哎呦，我咧路涂骹，涂骹死骨骨。你是一个有心的人，卡孙若跋倒，迄是要安怎？紧嘞紧嘞，你去房间啊，豆豆啊，行哦，爱细你妈哈。，我就毋是七老八老的人啊。你跋倒来的囡仔爱较注意咧，这若是跋倒吼，毋是咧滚耍笑的呢。好，我走啦，我走。爸，我来洗啦。紧出去，紧出去！你无看见目睭啊？哎呀，紧出去啦！你看这灶骹吼，里里扣扣一大堆，佫是碗盘，又佫菜刀，万不呢哦，落到厝骹，冻着胎气吼，迄是不得了的呢。对对对，哎，家勇啊，紧等去房间啦哈。妈，爸，恁总是爱互我做一寡代志啊。哎呀，即马上介重要的吼，是好好甲囡仔顾好，平平安安甲生落来。哎，紧扶你去房间啦。哎，来去啊，紧等去房间哈。妈，啊，我家己行就会用的啊啦。哎，好啦好啦，你慢慢啊行吼。哎，涂骹真骨哦。哎，你都要好好甲教，袂当遮尔大意啦。哎呦，我讲过啊，家勇的脾气你也毋是毋知影，我讲的话伊敢会听？小等者我要叫东东吼，好好甲考劝一下。哎呦，即摆的少年人哦，无亲像咱较早，讲无的一句话，都敢若圣旨呢。哎呀，袂歹啊啦！虽然感觉怪怪，加甲讲两句啊，伊就会听啦。当初吼，伊无想要生囡仔，即马嘛有心啊。有应该爱你，怎会偏偏离袂开？东东，你搁要出去啊？看到报纸迄个消息，想要困嘛困袂去。是安怎？你看起来敢若不像欢喜。我强要挡袂掉啊！哦，什么代志啊？遮尔晚，妈搁伫咧撸涂骹，我要撸，伊毋互我撸，
我要去洗碗，爸搁赶我入来房间，一日到暗，互我食一大堆补品，啥物代志拢唔互我做，搁安尼落去，等囡仔生出来，我就会变成猪仔啦。有遮尔好的公婆，你阁袂满意啊？你应该去看大姊，看伊过是啥物日子。大姊伊安怎？规定伊无你好命。我是好命，爸爸妈妈拢疼我，爱护我，也毋过拆了受超过啊，我颠倒会感觉真艰苦。家勇，只要是顺着爸爸妈妈的心意，安尼就算是尽着孝心嘛。我去看大块阿姐。冰冰即马是真正变乖呀，除了做事就是读书，一点仔都无浪费时间。冰冰，读册的人吼，卡数会当自动自发去读册，就算是已经成功啊。只要你会当安尼保持落去，我敢保证，今年你一定会当考到一间理想的学校。卡数讲有啥物需要我斗相共的，随时甲我讲哦。我是无啥物需要你斗相共啦，颠倒是三姊，真需要你甲大姊去甲看卖啊，唔通互伊感觉家己是无人要插的一粒孤星。啥物孤星啊？伊一个人伫咧德山，你甲大姊拢无关心伊，唔是孤星，无是啥物。我知影大姊真爱护弟弟妹妹，啊，毋过自从嫁互江一平了，就变甲伤软食，尤其是惊伊妈妈惊到皮皮喘。安尼你就要体谅大姊，伊有不得已的苦衷。妈，我已经袂赴安尼。袂赴你就家己生气啊！是安怎一定爱黏做伙？无要紧啦，啊，无你生气。